幻愛呢個電影其實係源於我一套短片，嗰個短片係2006年嘅一個作品。咁當其時我做一啲資料搜集，咁我見咗好多精神病患者，咁俾我感覺佢哋好難去愛啊，因為當下我其實失戀嘅。當你失戀嘅時候，好渴望愛情，同時間我對愛情好抗拒。精神病患者嗰種渴望愛情，其實有一種戲劇性，佢必須要考慮我幾時同所愛嘅人去講我自己有精神病，我有機會會再復發。咁呢個關口，我覺得令到佢哋對愛情好認真，要考慮嘅比較沉重嘅，對方會唔會愛自己，愛埋我呢一個咁樣嘅背景。導致我覺得佢哋嘅愛情好令我聯想到係一啲好堅貞又充滿住犧牲包容嘅愛。我自己比較傳統，我好渴求呢種愛。整個電影嗰個拍攝嘅風格，喺輔導場面或者一啲比較內在啲嘅戲，一啲比較崩潰情緒大嘅戲咧，其實我用好多大嘅特寫。咁我呢樣嘢因為喺個戲裏邊咧係講人嘅好多嘅內心嘅世界，佢要面對佢自己，包括夢，包括幻覺，包括佢自己內心嘅創傷。咁我呢樣嘢，我希望係睇演員個面部表情同埋眼神，靠佢去表現，去睇翻、感受翻佢嘅內心世界。我覺得人同環境嘅關係，我希望喺電影裏邊都可以去表現到。包括我哋有井前公屋，俾我感覺可能係一種困境，亦都係隧道，又係公共嘅地方，但係亦都比較局促、比較幽閉嘅一啲空間，同成套戲嘅咁遠嘅呢種主題，好似一種呼應。最多出現嘅係輕鐵，喺個輕鐵裏邊人流穿梭，但係你孤身一人，嗰種孤獨感，你自己一個人喺度等緊愛情。我記得我同攝影師嘅溝通，我就係俾一句説話啫，就係睇到與睇唔到之間，其實就好似幻覺，亦都好似愛情，你好似揾得到啦，但係又好似揾唔到。咁呢樣嘢係好陳亞樂嗰種孤獨感，都同樣女主角葉嵐，佢都係一個孤獨嘅人。幻愛俾我最困難嘅一個地方，始終都係劇本。經歷咗超過10年嘅時間啦，見咗好多唔同嘅精神病康復者，見到唔同嘅社工、心理學家。我見好多精神病康復者，佢哋所有嘅人性同我哋一樣，佢哋都係人啊，點解唔係咁去理解咧？而我亦都相信人與人之間一定有呢啲嘅聯繫、連結。咁呢兩個角色去探討愛情，就係希望觀眾同我哋一齊去經歷佢哋所經歷嘅。佢哋經過輔導，我希望觀眾都猶如一場輔導。所以呢套戲我唔特別話係一個精神病患者嘅電影，我會話一個愛情電影，係講愛嘅電影。因為每一個人都渴求愛，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覺得自己唔可愛。我對電影有一個好主觀嘅一種盼望，未必每套電影都係嘅。咁但係我希望幻愛唔係一個俾標準答案嘅一套電影，我希望幻愛係可以同觀眾一齊去思考愛情。